咱拢知影讲，这掠鱼啊，就爱掠大尾、捞细尾，或者细尾的鱼啊，会当继续生团落去。伫新北市渔业处去年就甲这个海洋大学合作，伫贡寮的美岩山渔港附近设一区网仔箱，加做鱼仔要放入大海进前渐大所在。这鱼仔体在内适应这海水，也增加着放鱼仔的生存率。 鱼仔伫海底游来游去，边仔有蚵仔、海草等等，加做共生环境。讲了美岩山渔港，这个网仔箱是头一个鱼仔放流进前，通先适应环境的中继站。可是通常我这样子的鱼苗，通常都是从中南部运送上来，养殖场运送上来的鱼苗，它这样舟车劳顿之下，它放流下去的效果，可能鱼有的部分的话，可能会常常会死的，有伤亡的状况。渔业处表示，这网仔箱的目的，就是要提高经济鱼类的存活率。因自去年8月就甲海洋大学合作，以进前占西市的石雕来讲，正一个月的鱼仔放流的存活率要100%。一方面，我们这中间育成除了可以让它做一个短暂的休息以外，我们也可以评估这一批放的存活率好不好啊，健不健康。那所以其实观察个3天、5天、7天，其实看物种啦，确定活力不错，那其实就可以再把它放流出去。渔业处表示，这个网仔箱就亲像鱼仔要流去大海进前过渡的所在，按算今年会做更较侪鱼类的测试，甲这正做示范的基地，为各地栽培渔业提供经验。记者陈阿文、徐凯新北采访报道。